6月初5就是世界环境日，为着鼓励民众做环保，台北市立动物园加台北市文化局邀请在地产业各国小来摆摊，望会当互民众加来了解环境的议题。要单调的塑胶罐仔，可会当做虾米利用呢？小可动脑筋，就会使变成免压水的盆栽。这是台北市立动物园加台北市文化局做伙举办的环境艺术企业，教民众如何在生活中做环保。因为6月5号就是世界环境日，所以阮想讲，阮园长想讲邀大家做伙来参加这个活动。啊，这个活动就他家己甲用过的物件、买的物件拢他摕来遮，然后咱来试看卖他，互伊的生命周期他搁延长一寡安尼。家长带囡仔专心创作，互插雷变成动物，肺部买当做成环保袋啊。用布个玻璃罐啦，然后会使来做一寡重复使用的物件。这边升一遍了啊，其实会使上看卖会使安怎甲处理，搁做了搁较水安尼。做环保搁兼顾美化环境。6月初5就是世界环境日，主办单位毋望透过实际参与，互民众了解保护环境的重要性，替地球尽一份心力。记者杨淑晴台北报道。